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中原地產萬景峰嘅 Peggy 啊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下荃灣嘅翠峰台。呢個屬於一座一個高層嘅兩房單位，景觀開揚，有裝修，仲要向南。不如大家一齊上嚟睇下呢個單位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？由客廳嘅位置，我哋開始睇起啊！由大門口入到嚟，我會見到呢個屬於翠峰台一個兩房單位，向南。仲要有靚裝修，近門口嘅位置，我哋望咗個廚房先。呢個梗廚相當受歡迎，廚櫃都幾足夠㗎，最中意有窗。呢度望出去咧，都望到山景。雪櫃、洗衣機一應俱全。行返出去客廳先。客廳側邊呢度咧，亦都有個雜物櫃啦、餐台，對面牆身亦都有啲組合櫃我哋擠嘢，仲可以放3座位梳化添。行前啲望下出邊嘅景觀。由於高層嘅關係咧，望出嚟相當開揚。呢邊嘅景觀主要向南，所以好光猛。咁開揚嘅景觀，相當舒服。行返入嚟客廳再望下先，咁長方廳擺家私都相對容易啲㗎。睇完之後，我哋行入去望下啲房啦。先睇第一間房，呢度入到嚟呢，我會見到呢度有張上下格床啦。景觀前面都係好開揚，側邊仲可以放書台，間房都幾實用㗎。跟住過隔離睇下間主人房，呢度牆身後邊有個大衣櫃，放咗張雙人床嘅空間都好足夠。景觀同樣都係望返開揚嘅景觀向山。睇完主人房之後，我哋最後睇埋個浴室先。浴室入到嚟最中意見到有窗，有浴缸。望落嚟個位都幾闊落喎，再出返客廳。好啦，大家睇完頭先呢個單位片段介紹，係咪對翠峰台都了解多咗？有興趣嘅記得揾我 Peggy 睇下樓啦，拜拜。